台南市是全台火鹤种植的面积上大的地区，大约有53公顷，占全国3成以上。过去拢是以外销为主，但疫情期间因为外销受到影响，才渐渐来打开国内的市场。因为火鹤花台语的发音就亲像火鹤，因此嘛特别适合母亲节等节庆来送花。火鹤，那接下来就3月份再过去，接下来4月份马上就母亲节了，所以我们就希望母亲节能够送火鹤，希望妈妈都火鹤。其实火鹤这种东西，这种花卉是百搭的，很多场合都可以适合，不管是考试，不管是开幕，不管是这个在医院希望能早点痊愈，大家都希望大家能火鹤。所以母亲节的时候，尤其是过去大家都可能是用别种花，那有时候，但是火鹤是最本土的，所以在台南，我们除了在台南之外，也希望在其他地方推广到全国各地。好，但是在台南，我们从台南开始。为推广火鹤花，甲母亲节的感恩活动，市府农业局甲台湾火鹤花产业发展协会，嘛特别结合5星级的饭店，举办行销甲异业的结盟。今天我们在这里配合一个异业结盟的活动，我们把火鹤花当成一个花礼来献给母亲。在母亲节这个活动里面，我们在这里有展出我们的活动。母亲节快到了，所以说我们就结合这个火鹤那个协会来这个饭店来做这样的一个火鹤这个所谓的行销活动。而且这样火鹤在我们台南原则上它的种植面积差不多50公顷，面积不大，可是在我们台南原则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花卉产业。我们台南最主要的花卉，第一个是所谓的兰花，第二个就是火鹤当然是有洋桔梗，大概这3种花卉。而这个火鹤原则上在这个所谓的以外销为主，目前外销原则上都是所谓日本、澳大利或者是新加坡，或是说甚至也有美国。所以说这个原则上都是以外销为主。另外就是说火鹤原则上那个花语叫做这个关怀祝福，所以说我们透过这个火鹤这个所谓的花来母亲节的时候来赠送这个所谓的伟大的母亲。在活动宣传记者会中，市长黄伟体甲产业发展协会嘛特别送花予亲像母亲照顾囡仔的社会福利机构，包括善牧基金会、台南婴儿之家、马尔甲之家，甲南台南家扶中心。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